大家好啊，我係零一啦。好多朋友仔收到啲魔法球咧，唔識得點用啊，插電啦，咁啊放落去插電啦。OK，就咁簡單。咁啊用嘅時候咧就拎起佢。咁啊，跟住呢一度有個1同埋2，咁睇你想要嗰個嘅功率有幾多。咁啊呢一個就細，呢個就大。OK，咁啊開咗，你見到佢有着燈嘅，有風衝出嚟嘅，咁啊記得喎。咁啊你任何地方譬如皮膚啦，咁樣掂住佢。OK，跟住呢個就係撳1、2一個位置。OK， 1、2一個位置。OK， 1、2一個位置。OK， 1、2一個位置。每一個位置咧就發射2秒鐘，記住撳咗落去之後，盡可能咧呢啲位置咧接即係呢一個位置包晒個皮膚，即係唔好漏空氣咁樣，跟住發射1、2，每一個位就大概2秒鐘至3秒鐘。OK， 用完就閂咗佢啦。咁呢部機唔防水㗎，唔好長期放喺廁所啊。如果唔係咧，濕個水就得㗎啦。咁另外咧皮膚上邊 OK， 咁一定要沖完涼，索乾咗水 OK， 但係有滋潤嘅效果。因為咧沖完涼大概2分鐘度咧，咁佢有類似濕潤嘅效果咧，你用咩最好嘅效果？即係平時朝頭早沖涼洗完面 OK， 咁大概就即刻用啦 OK。咁啊貼定佢，咁啊發射啦 OK， 發射大概2-3秒度。咁發射完之後咧，咁大概2至3分鐘度咧，咁呢一個位置咧，發射位置咧，佢就會做咗一個角質層嘅通道，咁就稱之為一個叫微通道，大概2-3分鐘度咋。咁你用完之後要即刻進行你嘅護膚程序，爽膚水啊、護膚啊，跟住準備化妝，咁你就可以咧令到嗰啲化妝液啊或者咩用嘢更加容易吸收落嚟嗰個嘅肌體裏邊。重點就係一定要用完2至3分鐘內就要即刻做護膚程序，得唔得 ？OK。咁呢部機頭髮又用得，皮膚又用得，任何地方都用得嘅，得唔得？咁啊有殺菌啦 ，OK， 又可以退斑啦，又可以令到你美白啦。詳細到時再講，得唔得？有問題就再 PM 我哋後台啦。用完放翻落去 ，OK， 插電完成，簡單 ，OK。所以每日朝頭早大概用分零鐘，夜晚分零鐘都已經 OK 啦。